条歌了，这条歌做应该的，也可以说是呢我们詹雅文老师啊第一个交传弟子。来，我们来邀请呢我们的红百惠，谢谢。阿白继续来参与来演，坐起。 叫做出头的主打歌，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《斗伞》。斗伞是几分位的？是什么意思？爸爸。啊妈妈呢？妈妈卡伞。妈妈叫卡伞，爸爸叫斗伞。斗伞。啊阿妈呢？阿妈的。你知叫乌卡伞。乌卡伞。阿公叫乌斗伞。乌斗伞哦。你知吼？二姐。哦，其实阿就是阿公。哦。阿卡伞。阿卡伞。乌卡伞。乌卡伞。乌斗伞。乌斗伞。阿公阿妈。
怀旧音乐。